晚一点进去8点半可以进去，现在可以大家不用排就可以。我这几天把之前没有做的事情慢慢加工出来。最近前那段时间，还有就是没时间加工嘛。还有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玩一会儿，看个几个视频就睡着了。那几个历史馆的样子。太多了，鲜花可以2-3个人的，就再慢慢放。然后水果一点多，水果有7个人的。水果都是那种，就是我现在就不用单独问了，基本上那些水果他们都要吃。什么榴莲那些就没必要问了，有些没有，有些不喜欢吃这些，就说一点大众化的。毕竟夏天嘛，比较消暑。这不是。罗马那边稍微比较大小，面吗？昨天，拿的纪念钱，很多经常收到就不让票，不知道现在可以票不知道。就是每一个山谷都有展示到新的。
老高在直播嘞，老高小莫在直播，我把它搞忘了，我说今天是有什么？
在明明就在里面吗？在聊天里面吗？新的呀，这是新的，全新的。哦，是比较老的，是非常经典的老的。00年跳舞吗？不知道呗，没看到呗。哎，我还不知道，因为没在里面，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来了。哎，等会儿就知道了啊，等会儿我进去就知道了。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人来了。这几个肯定是在的啊，有进不拉出的是在的。这一波好老了，他一直都没跳。第一届是不是曲灯那个？昨天晚上全部跳的怀旧的，很经典。好了，都迟到了，都8点半了。
发水，都在发水，都没调，都调不来了嘛，这些。在外面一圈看里面一圈是。啊，没有。过去来了嘛，来了嘛。还不知道。高升桥对什么？我猜是什么？高一点。高一点。模特用，我还朋友他上去，我专门拍我的店大片拍的。他有时间穿的运动的现场，我那店的，你拿用我没换。有可能在他店铺上面嘛，他那个咖啡店那边，在咖啡店那边。我已经进出来的。啊？这个1289吗？还有1289吗？上那个。
可以。可能大家就凑合。要不就是今天你那个把对儿来嘛，他把对儿没注意到。苏先生，我以为你送完饭错了。
那边双单车都说了，说明天苏县城要跟谁宣发哟？他说明天来不来？他说要来，都高兴了。我以为你说这话是话，因为现在那个视频是双单车的视频，我以为你说他了。就单独来说一句，对于我的名要说一句，是哈，走马出去后面再说嘛。才说走马出去，才说几年。今天说289来说，没来，他说今天我有点无聊。我以为先生以为，我以为虽然是送的那个什么那个双单车的。是哈，我那碗是个素品，那个是比较丰富。
我想约了约一下。几点多啊？我要进去了。应该不得行。我开视频也开了啊，视频直播也告一下。马上进去了，然后上完就上完了。把他们那个钉进来呀，把他们拉长那个。我这儿挺高。好，这个是啥？好鱼肉，啊，炸鱼了。开始到了1点多。怎么可能？把那个调一下哦，遮住了。转一圈，没有。这是谁？这个昨天也来了的，没跑完问他名字了。我们3个。就要在门那前门。
后面那个是布拉姆双弹头，这后面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吧？我到哪儿把就出来了吗？
看见，大西瓜庄。这一想到啥一当在谁人呀？这一个这干给当他上的，这一的上根给着他上南呀，这一那样本给着个手机，这一那样本给着个手机。这一想个谁都咱他所难呀，这一着了你没有头上的，这一个东根给在那手人呀，这一们怎么给看样什么，这一们怎么给看样什么。这一妹妹她一帮穷死谁呀？这一样老干木把这手出，这一到了你木看样色的，这一也得干头那样色色，这一也得干头那样色色呀。去那边，俺们那个哟，咱就家住，咱有多个小呀，咱就家住，咱有多个小呀，是你家吧？我就家了几了，开眼的地，那也一头满呀，这是那穷，你们着急看，那呀是。的秋呀，我呀去，咱不想吃的秋呀，我呀去，咱不想吃的秋呀。
要是那么多送到了的呀，要是那么多送到了的呀。所以说，今天的生日都知道。不是英语过来的。英语过来的话，可能是。呀吉呀，我他是吉兰达摩梭去咱开旁，有三大摩梭去咱开旁哟。哇，这看着这都堂看等着这团球啊！你这啥的说看到，说不有你这啥的，让将这些人都我看到啦，送不被见家人，送是他啦，送不被见家人送。Re so me to so ja so kha se ni re ta me ni ve kha ba ma ba pa na so to be je cha yin so se ba na so to be je cha yin so sa de che cho so jo cho jo le sa na la ke ve ta mi me to na re so de je cha yin so se na re so de je cha yin so ya ta do do这个的唱圈
3面子，大概要结束了。你好，你好，반가워요. 안녕. 안녕하세요. 반가워요. 잘 지냈어요? 한국 선수. 한국 호텔 예약했어요. 엘렌 아파트먼트? 엘렌 아파트먼트 호텔. 프렌드. 就是韩语，他这次酒店应该住在旁边的。那么请问应该住这边很近。对，他住的是那个谁，他住的那个洲际大学那边。哦，那边很远，那边。你会韩语吗？你没问题吧？不行，不会，这个就全部是韩语。他说他要拍什么？他就是拍照片嘛，因为给他们合影。可以嘛？可以拍一下。这个예. 他是韩语一般我们听不懂，一般我们交流都是用都是那个都是翻译。还有一个韩国回去到了，这是民族，还有一个是高了，教韩国语。他好像也到了，但是还没到他。他说晚上说过来了。
还有去，9.24分，这个他跳不用时间天头。昨天他们在那边等我们，等会儿配，等会儿他们要撇跳舞那些，他们不跳。
结束了啊。今天人好多啊，今天应该有800-900人。哎。没有吗？这个是叫摸的。有水，大家有水。肯定有人噻，这手指带。走，2楼去手2楼那个左嘎他们在。走，手指带。先有几嘛，今天肯定有人了，这里头有5人嘛，今天肯定有人。啊，去楼上嘛。哇！不要自己了，明天我也来。会开直播。今天对呀。喂，哇，吴京给你的吗？灯子给我的。啊？一点。好乖嘛，这个小一点。好小一只。好了。物资的。哇，我们去楼上哦。军民组那个，还有一个叫人民的嘛，我得挑那个。他说他来了嘛。这么多方便。喂，那位他。哎，吓死我了！干了？200块钱。从2楼去哦，2楼。好。把那个缩小一点，不太大。搞了1.8倍。哦，那个车，拖着他们自己建完，哎，阿某，年龄他，阿妈。他全部用韩文教的。韩文教没办法，我也是差不多。韩文我听不懂。好，还给你妈妈拍一张照。不是。妈妈找。你好。啊，妈妈미인이시네。妈妈很漂亮哎。是你妈妈吗？妈妈会漂亮。讲的。Photo. Yes. Okay. I'm sorry. Okay. 缓缓的转。Wait. 我都拍了，我这儿就设计了，对不对？看这儿，好了，不错。他妈妈吗？对。好，不错，好，3张。都可以成咨询。妈妈是美人，我们这个上堂对。哦。谢谢子。谢谢。Sorry. Next time. Next time to I'm hotel. hotel. Tomorrow evening. Shaori and talking time. 小李，你什么时候来的成都啊？什么时候来的？哎呀，Chris，等一下，Chris，把那个Chris，收不了嘛。看视频，阿爸长这样子，阿爸长这样子。小李，音乐就是。Hello。哎呀，你越来越乖了。都想把你抱回家。这个知道韩国是好消息。你能不能吃？I'm hotel。哎呀，不要。Restaurant。No room. No room。Sorry. Time out。
那我们去楼上我吧。们走了，拍吗去？楼上吗？要拍吗？随便啦，随便带你音响的吗？没有，我没有，他们有影响啊，他们有啊。去去去，我们拿过来，타임 아웃. 타임 Okay, 아웃. see you tomorrow. 호텔. Send a message. 응? Send message. 서비스 타임 러닝. tomorrow. 응? 야, 이 거의 잘해봐. 잘하려고 잘해봐. 좋습니다. 잘하다.
我就跳起来。吉祥八宝，吉祥八宝，吉祥八宝，有点长哦。
我蹲下来好一点。哎呦，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他。越推越远，越推越远。看我手上。这叫啥名字？啊？叫289。啊？雅江的看到过就是。原来为是萝卜条的。没有。289，他去了个女生。确实。
个在前面走了。张嘴给我点一个赞，点一个赞。了解了吗？我们俩跳这个，都把警察都查了。怎么全部往前面走了？啊？他全部往前面走了。吴军，靠边一点。吴军，靠边住了，要靠边一点，是吧？然后你们往前面走一点，往前面走。好嘛，就那儿了。钥匙，马上就可以了吧？高一点嘛。来了。出去要他都不卖评论的。不是啊，我下一个。出去比我先了，出去挂号比我快了。出去挂号挂得快。出去说5号，我是6号。前面站就一个人，要关注一下。来了，有点关注我马上要掉。等2分钟吧，2分钟。哎呦，你不要生气，有意思吗？我们要直播的嘛。我买了你。不进配音乐嘛？啊。后期可以配嘛？如果有，没。既然关注一下，没关注的话关注一下，点赞一下，点赞，谢谢你们点赞，还是可以的。
他一直在吃饭嘛。怎么样，你的徒弟？可以吗？感觉可以。我说加一个。我的不行了，我的没电了，换电池。里面还有它，就在排。我的没电了，换个电池。没电是吧？那个卖电了。好不好？动起来动！
谢谢。是机位，是我们那个装备。在我前面那个点，把头全把头找进去。没有我这气，驾驶方面。掐子是他们调的，好的，掐子是吧？他推怎么好？跳什么？自己给他掐子是吧？掐子是吧？跳不跳？两个跳都好啊。他就跳起累吧？对吧？掐子都好，他们两个都跳得很好，主要是。那是咱们跳的，你练了你就得掐子。阿姨他们这是过的，不是叫娘的就过。叫娘的。近远一点，远一点好看，真的近了不好看。不是，你们两个，远一点。叫娘的。太久了哎。来喽！跳完整版，跳一半。每年都是。把那个给那个，你是那个给包包那个。
知道吧？好好，先办。小清楚还是小朋友？没得小朋友啊，没得就是啊。讲个不对。你这个哪里？他们在啊，欢欢，不认识啊，我要跟他跳一个叫什么名字？我感觉他长胖了，你有没有？我都不认识啊。我觉得他长胖了。你认识吗？抓紧一下那个手上，然后那个肩膀，不认识。来，快回家。我在看那个怎么了嘛？哎，你看，你好会翻白眼呀！太习惯了。开跳舞的什么？你要拍某些人的背影，那没办法，就直播了嘛。真的，直播没办法呀，人太多了。我也拉不动呗。那不是那个吗？这个就是说的。你要是说错话了，我就会来联系。这个就是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我拉黑的联系。拉你要回想。我跟他说的嘛。我晚上10点钟关门，我老婆是关门，我是马上那回去跟他说哟，那回去跟他说，让他来你名字，你跟他联系。好，我跟他说。好，好的。好，谢谢。对，妹妹她自己，她跟自己